家紅嘅客咧，終於換完呢個 controller 嚟㗎啦。呢一個係換出嚟嘅，用咗9牛虎之力咧，先趴喺度先可以換到嘅。咁而家喺度測試緊。加佢100度啊，咁樣。跟佢個 M 數呢3個路。試下加110度先，110幾。而家度下個溫度，睇下幾多度先。25點幾。为什么？那个耳朵可以动？真的啊？我不可以。动耳成功，我不行。以前有试过，可能是不行。他说是有些人那个耳朵那边就是有那个什么肌肉可能比较发达，可以控制。慢慢锻炼就行。离那个 MP。主要是你那个神经连接不到那个肌肉，控制不了那个肌肉。你可以慢慢从这里。個煲喺度煲緊水啦，嘿嘿聲㗎啦。你可以先动你的眉毛，然后眉毛慢慢再动后面慢慢那个肌肉连到那个。就应该这样子慢慢的沟通，我都觉得是比較好一點。之後慢慢就我啲優勢，最近冇咩嘢煩心事。如果我是我找你们那家就可以M 數到25點幾 M 啦，而家行到。咁睇下個溫度，而家係咪升緊先？27度而家啦，哇37。34。咁我呢個有排煲喎，呢個。